各位老友記，秋風就起，有冇心喐喐想出去唞下氣呢？今次我哋帶大家玩個超正嘅行程。2026年全新開業嘅湖州南太湖洲際酒店，風帆雙子塔高166米，我哋住喺湖景房，飽覽湖光山色，望出去嘅風景真係靚到唔捨得眨眼啦！呢啲先叫做真正嘅嘆世界。住方面就更加超級豪，我哋豪住蘇州首家頂奢嘅悦榕莊，全城唯一戶戶可以泡私湯嘅獨門庭院，仲可以無限次浸地底2000米嘅真溫泉，浸下溫泉成個人即刻爽晒。2025年先登開嘅潮樂之城音樂主唱酒店，對住古城同埋錢塘江，係國內好少有嘅沉浸式音樂主題酒店。仲有呢間用咗30億打造嘅南京蜂巢酒店，咁有特色嘅懸崖邊嘅酒店，你哋試過未呢？講到食方面，我哋安排咗上海米其林嘅本幫菜，仲有啱晒時節嘅有機大閘蟹，一公一乸鮮味爆棚，隻蟹都頂晒高，超級正啊！嚟到南京一定要試下呢度嘅鹽水鴨啦，仲有蘇州嘅蘇幫菜，餐餐都有特色，保證食到你舐舐脷。呢個團最抵讚嘅係我哋坐嘅車，豪華2+1旅遊巴，長途坐車都唔怕攰。行程主打純玩，唔使入購物店聽書浪費時間。香港直航往返沙家浜玩下釣蟹，天平山睇紅楓，仲有中國最靚嘅賞楓勝地棲霞山，去埋南京嘅美齡宮呢條最浪漫嘅梧桐頸鏈，再睇埋10里山谷嘅萬幾棵銀杏古樹，全中國最靚嘅秋色梧桐、紅葉、銀杏一次過睇齊晒，張張都係 desktop 嘅級別。呢個團只係辦2期，名額真係唔多㗎。如果你想同埋3、5知己一齊去嘆世界，快啲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哋啦。